真认的哦。唔知了嘛意思哦？爱弟，爱杀下来，还个失望诶，嗰個叫温人太屋诶。哪会知道？我买了安球，动冲咖啡费动费钱诶。马上多些，有啲事情唔記得，正常嘛。老大，我打算做到这个月。这些公司很需要你，我也很需要，你不能这样说走就走啊。你记得有什么？这么好好就应该处理，你等这样去赚钱，不是关心爱的哦。今天都会走马了。